相信大家所期待的台湾队今仔日到高雄做赢开始训练啊！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5号要开始拍，所以即摆来做赢第一阶段积分。目前啊，31个人报道，总教练曾浩基就表示啊，第一阶段是个人的强化，互大家慢慢入去比赛的状态。较在上介意的陈杰宪继续来做台湾队长。前进迈阿密，拼台湾。备战3月份经典赛，Team台湾今日透早伫咧高雄做赢国家训练中心正式做第一阶段训练。进前无明确表态的高林随阳出现，佮其他选手拢总31个人报道。投手包括吕国小将张丰玲、王彦廷、孙继蕊，和吴德辉、张孝典等中职选手。12强赛的林家正冒出色，野手赶快由中职前锋到达吕国郑总体林安可，若要牵抓这场Team台湾向前冲的台湾队长，赶快士气。我们选手能做的就是在场上专心的备赛，然后保持身体健康。然后好好的去面对，希望为台湾拿下最好的成绩。陈杰宪佢一摆担起台湾队长的重担，伊嘛向队友讲，第一阶段要做伙甲状态调整到上好。总教练郑浩区来说明训练计划。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提升个人的把个人的能力恢复嘛。那怎么去把个人的一个技术给提升，然后到比赛的一个状态。那到2月。第二阶段2月到大巨蛋那边开训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实战的一个团队整合。Team台湾开始伫咧国训备战，主审投手陈冠虎落尾报道，所以第一阶段一份会有32个人。总教练嘛进一步讲，两位对美国等来选手拢在行备赛，预计伫咧2月28会加入训练，而且若战力提升，国家队嘛得到史上最高层级的奥金规格。运动部一定补助做训练经费，佮有增收计划超过6000万，全体共心，希望选手有出场的表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